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节目是来记到黄歌声，节目一开始帮你带来一首流浪的吉普赛姑娘，有请中国好朋友共同欣赏听。想起来，啊，将我目连情的情回想起来。
叫你的名。吉普赛流浪的吉普赛姑娘啊！即摆呢继续要江林老师来安排一首叫做《啥人袂想去故乡》。来感谢山顶人秀英姐、聪明大哥，跟咱这个国登大哥、布袋咱邱大哥、北港咱吴大姐，谢谢咱这个台中姚大哥、归仁乡这边黄金彩大哥，谢谢咱的薛。平湖薛大哥嘛拢上线哈，宜兰的郑大哥，宜兰的叶大哥，谢谢咱的菊丽姐姐，谢谢你，感谢咱的烈义大哥、剑山大哥、阿比华，谢谢姑姑姐哈，来感谢咱的陈地正大哥、博远的张妈妈、桃园的江太太、宏源的董先生、陈忠信大哥、宜兰的叶大哥，还有咱这个罗大姐哦，哇，谢谢哈，中和黄太太，感谢咱岐山的苏大哥、肖玉英姐姐。中和的玛丽姐姐，也有咱岐山的苏大哥，谢谢。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啥人袂想去故乡？来，共同欣赏收听，谢谢。
人袂想起故乡，哇！啊嘛共款，佫真侪咱观众朋友上线陪伴咯。月也是故乡的盐，水也是故乡的亲啊，也故乡的甜。是。啊，都无论讲，是嫁出去也好，还是讲一个搬出去去到外口一头路，往往拢会想起就讲过去啊。啊，这个衣食无争，就是这个童年上快乐。啥人袂想起故乡？来啊，迅速甲咱观众朋友报告啦吼，因为即届端午节到啊嘛，吼，端午节已经到了吼。即届呢，尽量如果观众朋友吼，咱一般啦一寡节日的时阵，拢会倒来安怎？倒来故乡啊，敢若团圆共款啦吼。端午节啦，吼，咧中秋节啦，过年啦。但是为伊即一届的时阵吼，希望咱观众朋友拢爱配合政府。对，原地你就伫北部，咱的故乡就伫中部。你嘛共款转当北部过日就过即个端午节就好啊。多多利用电话啦。对。即摆做手机都真方便，用赖。对。就安尼就可以啊，吼。对啊。安尼呢，才有法度控制即届的疫情。莫讲我北部，看来中部，对。中部先走去南部，安尼就毋好啊。整个即个疫情就失控去啊。是啊。好加在啦。到美国、日本这边遮，咱这个国家的时阵伊就这个统筹办理，马上就这疫苗，就要开打，陆续。是啊。所以讲，咱来存一个讲做这个呢，善良的心，靠求这个善福慈悲，互咱像这个美丽报道台湾，每一个百姓，拢做来脱过掉即摆这个疫情，经济更较发展。所以讲吼，咱尽量爱配合哦，吼，拄则方玲咧讲迄种啊，讲尽量就是伫你原地吼，伫你食头路的所在，就莫讲安尼来去啊，吼，这段时间来，谢谢咱的徐爸爸、徐妈妈上线哦，感谢台南的春枝姐姐。谢谢咱秀英姐，哇，蔡莹莹姐姐搁上线呢，感谢。来北港的吴大姐，感谢朋友薛大哥、布袋邱大哥，感谢剑山大哥、磨刀刘太太、烈一大哥。来再成大哥上线哦，感谢咱玉玲妹妹，谢谢一龙大哥，感谢台南的许大哥。哇，这拢总尾也搁开始来上线哈，谢谢你们啊！来安排今仔的歌曲，要来甲观众朋友来做互动啊。第一首是你敢可会想起我？第二首。温泉乡的味道。来，第三首。夜都市的半暝三更。第四首是无情的十二路灯。第五首是一生甘愿为你操。第六首是六月挂彩。第七首心。第七首是3年前的我。第八首是3年后的我。这都上下集。是。来，咱观众朋友呢，会当利用着做这个现场的可以的专线电话去甲咱选歌。对。系。选愈多，唱愈头前。当然。8326-317。8326-317。来，中华关市、直播国关市，加一个控诉就可以哦。电话即马开始来甲恁接开哈，来哦。来，欢迎เข้าสู่观众。喂。哎，林大哥好。那个挂彩歌有金嘛？哦好，下开哈。好，感谢，谢谢。哎你好，哎正义大哥好。你能好。好。我要点第六首。好，给你下开哈。好，谢谢正义大哥，谢谢。来你好，来高雄的张大姐好。张大姐。第三首哟。好，我来下开哈。好。夜都市的半暝三更。好，谢谢你。来，你好。喂。嗨，姚大哥好。两位好。好。听6月挂彩歌有心。好，我来下开哈。好，谢谢姚大哥哦。哈 ，OK。哎，你好。嗨。哎呦，今日阿嫂上线咧。我上线。哎呦，阿嫂你好啊。今日要听倒一首？我要听。练堂做诶6月挂彩歌有心哟，安尼袂啦，阮拢话真心真意。哎呀，拢话真心真意的哦吼。好，谢谢阿嫂哈，感谢。来哦，高雄的谢大哥你好。嘿，谢大哥你好哈。哈？谢大哥。嘿，我知。
哦吼，感谢。哦，好，谢谢大哥哈 ，OK， 来哟，汤江太太，第6首哟。好，下凯哈，谢谢你。哎，你好，吴大哥好。嘿，吴大哥，第1首，第6首哦。好，大家拢介意这首吼，来，谢谢 ，OK， 好，谢谢您。哎，你好。喂，你好，我是空空的。康大哥好。3年后的我遐，好 ，OK， 好，拜拜 ，OK。喂，你好，蔡妈妈。两位好。蔡妈妈好哦。好。今天要听哪一首？第1首遐。你敢过？好，谢谢蔡妈妈哦，好的。哎，你好，龙顺大哥好。马完第7首。好，下开哈。来，3年前的我。好，这是个龙顺大哥哦，哈，谢谢您。来哦，含笑这啊。第2首吼，你泰山的含笑吼。哎，含笑姐姐哈 ，OK， 好的，谢谢。来，你好。秀婉姐。美女你好。秀婉姐啊，你好。文庄乡的记者。好，我来下开哈。哦，无啦。流浪梨。阿姐哦，阿姐啊，文庄乡的流浪梨啦。文庄乡的大梦。吼，对啦，嘿，讲了收紧的款啦，吼。来，文庄乡有吉他，咱顶礼拜才唱。哦，是，啊，这地嘛足好听，拢好听吼。来哟，来哟，张蕾姐姐，阿蕾姐啊，你好，阿蕾姐，你今仔要听倒首？第8首哟。第8首。好，谢谢咱阿水啊，好 OK， 来哟，阿香姐姐，大毛豆哦。哎，你好。嘿，阿庞阿姐你好。嘿。好。要听倒？我要听一生甘愿互你操。我操哦，无啦，我哪会甲你操？袂啦。你听我都袂录。哎呦，我那我。好啦。喂，张妈妈，陈妈妈好，陈妈妈。不好意思啦，带去掉3年前的我。好，我甲你谢谢，拜拜。来，这是陈妈妈，谢谢。来，你好，尤大哥好。你好，你好。嘿，尤大哥，你要听倒一首？你好。你好。文庄乡的流浪梨。文庄乡的。好，我来下开哈，好，这是尤大哥哦，哈。好，下一题啊哈，来哟，瑞香大哥呀。黄明你好。嘿，瑞香大哥。你好。好。要听倒一首？阿妹挂彩给有心。好，我下开哈。明知你是6月挂彩。来，你好，关公阿姨啊哦。你好啊。嗨。阿姨啊，你嘛好。嘿啊，阿姨啊。平安。第6首呀。好，甲你下开哈。好，这是阮的关公阿姨哦，哈，谢谢你。阿你好。嘿。大哥好。玉玲妹妹你好。今天要听倒一首？今天呢，我手机哦信号不好。安尼哦，对啊，我要点第5首，先咱们回力唱。好，我来下开哈。好，拜拜，拜拜。来哟，银英姐啊，你好。6号哟。哦，我下开哈。好，这是咱的银英姐啊，哈，好，谢谢。喂，你好。喂，你好。来哦，保盐的张妈妈好。好，电哥来哦。好，赶快第6首呀。好，谢谢张妈妈哦，哈。好，谢谢你，谢谢。来，郭先生好。5号呀，一心甘愿为错。好，这是咱的郭先生哈。好的，下开啊嘿。来中李先生你好。我买6号呀。好，我来下开哈。好，谢谢您哦哈。这是咱的李先生，谢谢。来，老师做准备哈。6月挂彩给有心，这首歌曲是方林来甲咱献唱。来，感谢咱线顶已经梅香姐姐、柯金寿大哥拢总上线，春琪姐也嘛上线，还阮徐爸爸、徐妈妈拢已经咱上线，准时安尼拍开，啊伫咧锁定阮的节目，感谢哈。来，叶大姐好。好。叶大姐，你今仔要听倒一首？我点第3。好，甲你写开哈。好，谢谢。亚洲七半叶大姐，好，来，喂。喂。你用要伤袂负气？
就要卖付啊，对咩？啊，春雄大哥。春雄大哥，啊，你要点倒一首？第六首哦，6月挂彩给有心好啦，好啦，好 ，OK， 下台哈 ，OK， 好，平安快乐，谢谢。好，来，以上哦我来安排一下，这首叫做《6月挂彩给有心》。这首歌曲是由方林来甲咱献唱的吼，希望咱观众朋友会当介意。这首歌曲呢特别足侪人点的哦。这首歌曲有咱这个林大哥、郑义大哥、姚大哥、李先生、张妈妈，还有我们的伊朗大哥大嫂江太太、破竹咱这边吴大哥、瑞香大哥、广欧阿姨啊、银英姐姐，还有咱的春雄大哥所点，来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谢谢。路顶，亲像我寂寞的心情。过去伊的情景，不甲珠泪的形情。讲什么你爱我，无改变。讲什么你要伴我一生。炮竹伊朗大哥大嫂董先生郑大哥的掌声872，谢谢。一条红淡的路顶，亲像我寂寞的心情，想起过去伊的情景，不甲珠泪的形情。什么你爱我，无改变。讲什么你要伴我一生。写在你心，伊打过挂在有心。为何欺骗我？怎样放下我？害我为。谢谢，感谢咱曾大哥，感谢咱贵人黄金彩大哥，咱的外公阿姨啊，秀英姐、烈义大哥、台中姚大哥、博阳张妈妈、台南欧大哥，叫你妹妹你的掌声，谢谢新朋友8722。讲什么你爱我，无改变。讲什么你要伴我一生，写在你心，你若会挂在有心。为何欺骗我？怎样放下我？害我为你无前谢谢我们的薛建山大哥、陈定正大哥、秀英姐、蔡景武大哥的掌声，谢谢。谢谢，来感谢，继续咱会过来安排吼，先甲你做一下准备者。老师，这温泉乡的流浪梨，温泉乡的流浪梨，系啊，佮刷落，这是我这个一生甘愿为你做。OK， 好来做安排吼，老师做准备的时阵，帮你来进一段广告时间，谢谢。
段时间咱都有讲尽量吼。无必要出门，咱就莫出门。啊，真侪时代就感觉讲，哎哟，安尼无出门，都无安尼出去叮当者吼，人安尼感觉安尼，吼，规身躯拢袂轻松，啊，糜饭嘛食较袂落呢。非常时期，对，爱非常做法。来，我咧讲，你即阵仔有感觉糜饭食较袂落啊？对无？较无咧叮当。来，芳玲甲恁讲哦，食营养的哈，这叫做特殊的营养配方。利用这段时间的时来做一个体质的调整。对。吼，互你本身以后过来搁较顺。当然。哦。咱咧做这个胃肠啦、消纳，啊，对搁较好啊。搁而且补充啥？补充啊，你这个肌肉。对。互你搁较健全。嘿。搁较耐操。搁较耐喷。是，来哦，观众朋友，阮这内底吼有真侪咱的营养配方，包括有多种的维生素，也搁有咱这矿物质。当然咯，咱这内底啦含钙嘛真有啊。咱有的时段讲做，哎哟，我都安尼吼流失去啊呢，这拢总甲你补充倒转来，无大紧哦。咱这时段啦，较袂当食甜的人，伊有法度维持咱糖类正常代谢。所以讲你伫咧食的时阵，有法度吼。代谢出去，所以讲有法度无爱食甜的人，袂当食甜的人，咱即个早体康你拢会使食。上重要就讲，即内底对着咱这时代，嘿，即个安尼，毋是密杂袂轻松尔。哎哟，一寡肌肉拢总啊，年纪来到60岁以后啊，补去。尻川皮肉无去，大腿肉无去，嘿哦，巴肚都直直大开呢，啊，尻川皮乃直直无肉去啊，无共款啦，吼。无该大的直直大起来，对，但是歹啦。是啊，来甲你调整体质。你食你后先甲你调整倒转来，对无？该有肉的，爱就正常。当然咯，来哦，啊，这呢，这真正吼，观众朋友啊，即马拢放心来的，这公司拢总甲恁做交配。你甲想讲，这一盒内底2斤外重哦，一盒13块啦。真材实料。13块呢，你即马甲咱注文吼，你一个疗程拄按一组2盒2600犹太2500块。无大斤。即马呢，我咧讲，加送你一盒就对啦。所以讲，观众朋友，你即马若甲咱摕转的时阵吼，拄安尼3大箱啦，一组3大盒。还有安尼才偌济2500块。哦，观众朋友啊，一箱毋免1000块啦哈。来注文交代。互你足多食2个月就对啦。嘿，是咯，来哦，0800因我的08000800815181。西屯的新咱阿莲姐。阿莲姐吼，谢谢，来电话继续甲咱卡，我咧讲吼，一组就是2500块，即马甲咱注文公司拢总吼。内底猫啊，内底拢总有送咱的护目镜，甲咱即个手套拢总甲你藏落去哦吼。另外，拄则讲的是咱即个规身躯的营养配方，啊，但是有一寡时段就特别，哎哟，我都安尼真正较袂自力啦，要屈要坐要徛开即个，拢较袂自力的来食鸵鸟精。啊，这鸵鸟精吼，芳玲讲的，继续公道，佮煞落，互恁食着上介好的，安怎好？这袂使凊彩讲，阮内底有3张的。3国的，咱的证明呢，这专利证明啊，无简单对无？而且咱无大件摕到证明，佮甲你做8倍的浓缩。我这盒内底是60粒装的，所以讲观众朋友，阮这食咧1个月，我一盒就是1个月。所以讲我即摆卖是安怎？3盒做一组，3个月份做一组，2980块一个，互你开1000块，好无？你若是讲信任我会到，还是你已经买过啊？来，我拜托恁甲我买大组的，7大盒，7大盒呢，咱犹太介绍6盒5960块，即马佮加送你一盒，1个月份，我佮送你1个月份哈，5960块摕到1个月份。来，0800因我08000800815181，谢谢。感谢恁，哇！线顶阁有2个观众朋友伫咧等待，你加这样就是加等一次啊吼！直接我甲恁做报告哦吼，咱即马只要有甲阮叫迄只猫仔去恁兜的时阵呢，啊，咱公司呢，这吼，这个护目镜吼，包括讲咱的手笼哦，手套这种一次性的哦，尤其是这手笼吼，出门的时阵一定爱口罩、手套，这段时间非常时期，观众朋友。手套一定爱挂者，你若去菜市啊，你会罔晓罔紧对无？哎哟，惊讲困，细困甲摕倒转来，啊，转来时阵佫无马上去洗手对无？来，
即摆来讲，出门的时阵，若要去菜市啊，也是讲要去过街，来手套挂咧，口罩戴咧，吼，护目镜挂咧。等来到厝的时阵，护目镜揢开了后，吼，迄个次氯酸，吼，也是迄个酒精拢甲喷喷的喷的，而且呢，手套就甲摕开，口罩直接就等咧门口遐就甲等掉啊。安尼了解无？这方面拢总甲恁想过啊，即两项，吼。伫咱即个乌猫内底、猫仔内底，拢总甲你藏掉咧，吼。好，谢谢。即摆继续要来安排一首合作。温泉乡的流浪池。来，含小姐啊，秀满姐啊，由大哥所点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帮恁刷卡，甲恁斗做服务，谢谢。月亮呀，走落去边啊，温泉乡的大梦暝，手抱着吉他一支，徘徊在路边，一条葱乱去时，心头乱吱吱。情绵绵啊，流浪念歌词。心爱的迄个姑娘啊，因可走去。手甲，有情意在心内，也是无在外。也会无人看过，虽然是歹命，青春的一支花蕊，青春的一支花蕊啊。实在的，互人启示啊，温泉乡的好水池，路起来愈落愈粗，害阮无通避。若在流浪倒位海角也天边，何时？可是会伫转去啊，可爱的乡里。温泉乡的流浪池。观众朋友，大家好！咱今天再次邀请咱清朝达人黄教授来到现场。教授好。你好。呀，大家好。教授。现代人吼，中风的啦，心肌梗塞的，包括讲安尼骹麻手臂的人，这尔侪，哇！这对饮食有关的呀。饮食对。譬如讲，100个中风，你甲看吼，有80个拢食油草较济啦。所以讲，这饮食习惯啊，就会当影响到讲咱的身体状况咯。是。吼，安尼，如果若是安尼来讲，敢有啥物件会当甲做改善呢？你譬如讲，这个油草食伤济，中风不但对心脏吼，嘛影响到啊，会无力啦，会喘啦，心脏会加疼啦吼。所以我报人家大哥大嫂吼，大家甲注意一下，就是这个
西藏的红景天啦。红景天对，是这个只吼，心中有力，较袂安尼喘，袂安尼喘吼。你甲看，迄若要西藏游览佚佗，遐迄个导游都拢叫你食迄个红景天，袂用啉的哦，用鸟人入起来，叫你甲食，食来个佚佗，啊爬山，唔免行半路拢要昏去。哦，就缺氧的昏去啊。所以你甲看到西藏吼，遐个人吼，哇，你甲看。大家啊，拢袂缺氧，因都有咧食这个红景天呐。因咧外号做天树草，天树的青草啊，要互因的，互因服用啊。所以遐人住遐悬啦，袂要缺氧啊。是啊，哦，佮无一个心脏的问题，这就讲对心脏的啦。是，所以你若有缺氧啦，心脏若无力吼，你甲看想，迄鱼啊咧饲鱼啊，你看鱼啊咧用碰扑啊，那个拍风呢，氧气啊，氧气啊，你若迄个莫大家关掉吼。唔免2点钟，迄鱼逐天嘛变多，所以你若袂使缺氧啊，缺氧伊头壳会痛，心脏无力，人的肾豆会疲劳啊，所以氧气啊足重要的，所以要食红景天，绝对无毋对，就一杯着。你若是讲心脏真正都无力，常安尼絞痛啦，喘袂起来啦，胃贴安尼胃骹只偏来啊，我甲你讲吼，佮加一个日本的 Q10，还佫较好。佮加上 Q10 就更好。大家嘛知日本的 Q10 就专门咧食心脏病啊。是，这公认的啦。大家拢知，这足好用的对吧？是。所以咱这大哥大嫂若有心脏病、心脏会痛、心脏无力、喘气艰苦，你甲食红景天，佮加这个 Q10，一杯一中的。是。若讲安尼回炉回烤，脚会麻手会闭嘴。这吃红曲啊，纳豆、红卡，这两项啦。系啊，这两项你甲食吼，好，然后就回落的吼，会更硬化人啊，安动安尼吼，规个咧筋都拢会揪筋啊，拢慢活来啊，要注意呢。迄位啊，这镜头尾会麻吼，骹底这镜头哪会麻？骹底麻擦吼，中风的前条要注意呢。迄然后吊着喙啊目睭搓吼，一个一手呢，你像装手安尼搓呢。你甲喙拢做甲无半边咧，系啊，外路甲你晒太阳啊。是啊，迄一个月3万呢。唔好啦，爸爸妈妈，若要3万吼，请人甲咱扫帚晒太阳吼，3万块吼，爱起来保养咱的身体，出国佚佗才对。对啊，系啊，若中风吼，实在人讲无准你啦。对啊，建议时时甲你落屎落尿的，你算有效呢。你若不好的哦，甲你当拖用弄去啊，剩较济。无效啦，对啦，顾身体都足重要的。人生来身体健康哦，就是彩色的啦，顾用就对啊啦。对，所以讲咱顾健康就对啦。教授今仔咧甲咱提供的就讲吼，纳豆、红曲、红景天加一个 Q10，一杯一中的，这食会着吼，心脏病无你的份，是，中风嘛无你的份啦。一轮你嘛无你的份啦，嘿啦！哇，今仔真感谢教授提供这么好甲咱观众朋友做参考，感谢，谢谢。谢谢。好，谢谢，感谢咱的黄教授黄教授咧讲的时阵毋是讲咱这个循环尔观众朋友啊伊讲咱这个规身躯的循环大细条血管啊，公路这拢总甲顾好，无打击。伊咧讲的重点就是讲吼，咱血液内底即个含血氧量爱有够。含氧量。系啊，迄有诶含氧量无够的时阵就内底血管内底空气就讲迄氧气不足的时候，你就塞较袂叮当啊，你人就安尼，我咧讲喘袂开啊。喘袂起来啊。有诶是安怎头壳会戆啊，戆车啊，人会安尼软高高啊，这种含血氧量不够。血氧量伊本身若有够来讲。咱像这个血路啊，伊就是塞个叮当。对啦。你若如果来讲像这个气，这个血氧量嘛，伊本身夭，就有即摆主持啊，咱上惊着啥了？迄个病毒的时阵对无？血氧量先缺乏。对啊。伊这个血，伊咧疏散咧塞，血是创啥咧？塞这个营养素。对。甲氧气啊，喘袂起来啊。系啊。喘袂起来啊。数无空气啊，叫做这个血氧量的这个重要的对。所以讲咱平常时是安尼，会当甲做一个保养照顾者，足好。
都差真济啊啦，真健康。嘿啊，你嘛袂讲做安尼戆戆啦，白白会疼啦，这拢总吼，咱教授伫咧讲哇，啊那即4种诶，哦，咱即个纳豆若有咧甲食，吼，啊，就讲日本诶 Q10，即个咱拢知，吼，这会当互咱代谢较好，延缓老化，修复咱诶公路诶球嫩。你若如果咱市面上诶时阵对无？啊，像即个都是清血啦，吼，血油啦，血垃圾啦。哦，种种甲即个血筋的关系是上好是安怎呢？会当讲就即个吼1减2个。哦。吼，比如讲一个血较清，血垃圾、血油，对无？包括参照即个咱的即个血管。血管的时阵，你把它食互伊会嫩了。球嫩。啊，佮再来先气甲食弹饱。性好。吼，即个呢，即3种重点，你一定要顾意着。对。啊，若无你讲血清，啊，但是呢。即个公路的时阵，啊，就定啊。哦，即个血亲像差不多20岁，但是你的即个公路的时阵啊，亲像70岁。那安尼是嘛未通啊。对啊。哦，佮再来的时阵，啊，都迄个含氧量无够的时阵，你血嘛塞袂叮当啊。对。啊，所以讲的时阵，这就较无理想。啊，你若如果讲像即个公路啦，哦，食好会软 Q 啦，血路食好会清啦，血油血带。吼，伊即个三高自然得伊就本身对正常，吼，啊，即含氧量较高，心脏就有力，精神就好啦，吼，啊，即长期呢，较袂发生着一寡就叫啥，啊，心肌梗塞啦，吼，还是讲一个中风啦、动脑筋啦，当然，即针对着咱60岁以上的，即摆年龄有一个降低呢，吼，40-50仔的程度，本身的程度来甲注意。哦，因为讲者有个人咧，吼，就即个30-40岁外口的时，食清油啦，食真粗啦，对血路甲循环的时阵，拢有直接影响。系，提示各位大家呢，从身体甲照顾好。好，来哦，哦，啊，即摆互老师来咧唱即首做3年前的歌，即首歌曲有咱的龙顺大哥、陈妈妈所点吼。啊，老师伫咧唱歌的时阵，即时间都是线卡帮您甲恁斗做服务的时间哦。如果咱观众朋友吼对着讲咱这个身体要做保养啊，有任何需要帮您甲恁做解说，来线卡帮您甲恁做服务，敲阮头前的专线电话就好啊哈。3年前的歌来，谢谢。想起着3年前的我，被着一位女性来放散，一时目睭煞的失眠，我也坐在电桌顶，红单看着亲情，电锁当作亮点，天头店当作洗面巾，地点当作眠床顶，望啊无看出是咱两人永远的家庭。我哪会这么侥幸呢？也有酒庄，偏偏违背我，害着我。拖磨，迄年的8月15日，小鸟去海边踮在石头骹。当天你有酒抓，你无过，
我无错，无疑当兵2年外，你的腹肚是一日一日大。今仔日你来误我，若想起我爱你的心肝，无论是海水未干，石头未烂，你甲看，前拖后拖，快拖拖拖，三目鱼的跳过花，起起卡卡，拢是为着无缘的你啦。如今的我，3步水2步行，孤单踮在大高山大沟仔岭，有也看，无也看，看到家母伫咧带鸡仔囝，人阮嘛想要做好囝，唉，人生算来海海啊，目屎的顶擦夹，土水屎伫咧热壁，马马虎虎啦。较讲嘛是无较蛇，花会谢了看破，想也无法做。3年前的我。好，谢谢。来，老师搁做准备一下，3年后的我安尼做一口气，3年前、3年后拢甲唱煞安尼吼。后要唱，我要弹，要讲口碑。够啦吼！来哦，芳玲来进一段广告啊！感谢咱拄则秀英姐啊，咱郑阿嬷哇，这久无来啊吼！黄金彩大哥、谢三吉大哥，感谢咱的台南叶大哥、台中李先生、徐爸爸、徐妈妈，宜兰的郑大哥，感谢秀英姐啊！哇，恁咧甲恁拍婆啊吼！感谢龙顺大哥、暖暖的林大哥，谢谢7209新朋友尤大哥、尤大嫂、剑山大哥哦，伫咧甲阮拍婆啊，谢谢你们！来，我来进一段广告时间，谢谢。这段时间食这上好，润喉丸，定定会卡卡会咳咳，平常时啊就讲怪怪，哎哟人袂够，啥先够哦？啊若看咧乌托摆停开，也是到门口的时阵，互咧囥者物件，就听着阮咧阿嬷，也是阮咧爸爸咧听。人袂够，啥先够？如果若是安尼，定定伫咧咳哦，定定伫咧卡卡的哦。你来甲食阮的润喉丸，啊！这段时间吼，你若不当啊，啊人听着要惊死吼，啊人大家吼，目睭拢甲你看者，吼啊！当然咯，如果你这段时间若咧定定的安尼，哎哟，你会食滚水，啊食者梅尔，不当会去砸着呢。是。来，食这润喉丸。这拢种顶北国拢较退化去啊。吼，啊，一早仔的时阵啊，空气真歹，对，搁再来新天气伫咧变化，对，吼，预防就是讲吼，莫去伤风，莫去感冒。有当时啊，咱来出去外口，搁咧个时阵吼，外口热，内底冷气冷啊，我咧讲吼，袂做主咧，啊，都袅袅啊咧，你赶紧甲含一粒啊，这拢浓缩的天然草本的植物的哦，吼，口感足好的。无负担。你含的时阵吼，5秒真久就好啊哈，你再开个倒数。吼，这顶北挂拢总我来松开，啊，搁煞然后咧开起来，阮将司机哈，你毋免迄提神指脑，拢毋免。你只要我一粒的润喉丸，甲含一粒了后，我咧讲你啊，头壳全翻清开啊，目睭翻金开哦，吼，足好用的，随时随刻，咱这呢，一粒一粒，啊，这拢总用这种包装的，真好。出门的时阵好方便携带哈，一盒内底拢总是70粒装的，即摆一盒是750块，买2盒就有做优待啊，2盒是1500块对无？阮优待你1200块，无当今观众朋友啊，公司呢，讲题时间
这安遮久拢总无起价哈。一组就是3盒，犹太介绍1200块来08008151810800815181，卡的喵喵的，啉滚水会去砸着的，不等来喙，哎哟，足大半暝啊吼，大家拢爱爬开啉滚水，啉几落遍呢，来哦。咱跩大哥大姊啊，迄暗时啊吼，若要困的时阵，甲甘一粒啊，互你一醒较天光。有的人毋是爬开放尿，是因为喙焦艰苦爬开。来，甲甘一粒啊，试看卖啊咧哈，0800815181，0800815181，这就是阮的润喉丸啊，我卖足久啊，吼，这是阮的招牌，伫阮的电视台时阵。卖超过7档的时间啊，所以讲观众朋友0800815181，0800815181，直接放您共款要搁甲恁提醒者，如果咱跩时段这段时间营养失调、病前病后、手术前手术后，你拢总来甲阮啉阮的早体康，因为最近拢总问到跩时段吼，哎哟。那拢啊，定人啊真喜，直喜气，直烂去。我咧讲哦，鸡肉个安怎会揪去？来，添加乳清蛋白哈，阮这是卫福部甲咱许可特殊的营养配方哈，3大箱卖你2500块。你甲食精气神会好，食会生肉，袂大块伊会生肉。人若肉来生开时阵，咱这支条啊，啊无你就知，咱咧起厝的时阵，条啊爱用。阿门头爱甲空，咱个条有条都无阿门头，咱人的身体毋是共款。即马就是安怎，条要甲你顾用，无大紧阿门头佫甲你空开，就是咱的早体康哈。一组3盒2500块，0800815181，0800815181。定这阵时间较无运动，食袂落啊。若食袂落的时阵吼，你去甲泡一包啊，绝对袂使无食。吼，咱做爸爸妈妈毋好无食哦，吼。你若下昼食，哎哟，甲暗的时阵还佫拄着咧。你即摆拄着的时阵，当然是食袂落啊。来早体康甲摕一包，甲泡泡拉拉咧，安尼就可以啊。安尼内底35种的营养处方，你即摆安尼甲食咧，营养拢总甲你补充转去哈。来0800815181，0800815181。另外来讲到绿豆黄，足好对无？长期间，尤其是在时大长期伫咧食西药的。食到久来拢总爱上白一层一层，哎哟，规身躯哦，暗时啊皮人加烧爱较只拼，较烧尔，就安尼哦，够酸的啦。但是我甲恁讲，你食绿豆黄，绿豆黄芳龄介绍互恁的绿豆黄是无共款的哦，阮这拢顺果发济。这内底我咧做这盒的时阵，爱200几工的哦，爱200多天的哦，这只你若安尼袅袅上白上料，袂轻松的。酷臭，有个人甲人讲着话是气味足歹的呢，足惊人的呢。家己会知的时阵，喙爱往一边的。我咧讲啦，上万7工就要互你知影啦。啊，若袅袅上的3工，你会感觉讲，迄个风无搁压开啊哦。迄有当时啊风用压开时阵吼，是上甲足艰苦的哦。系啊，迄有当时啊吼，安尼料搁袂过瘾哦。啊，暗时啊困啊料，甲来透天光爬开时阵，哎哟，那一层一层啊。流血水啊！你赶紧来甲食，吼，皮肤嘛会水，人会清光，火气会甲你降落来，袂搁再野火，困会去，食会落，互你放，搁放会出来。绿豆黄爱顺果发济哈，一盒1600，买2盒2000，若甲我买一组大组的，4盒对无？4000块，公司再加送1盒，0800815181，0800815181，谢谢。咱跩时代啊，这段时间就是爱出门嘛，袂使无出门。如果你若是吼袂使无出门的时阵，你防护一定爱做好哦，吼。我拄则讲，咱口罩一定爱戴，但是即摆口罩吼还阁无够哦，手笼。吼，你若讲今仔要去菜市啊，一届就甲买1礼拜分转来，毋好一工去一届菜市啊。我咧讲吼，咱即摆冰箱拢总吼，甲安尼底咧，甲清清咧。一届就甲买1礼拜，手套一定要戴。搁刷落呢，咱就护目镜，吼。咱惊讲人咧讲话，我甲讲人讲话，迄喙烂爱伫迄空气中就安尼赢飞啊。咱爱知影讲做这目睭
目睭嘛真脆弱啊，袂使去看着，袂来好咧，安尼上介好。啊，这呢，这芳龄无咧卖啦，这拢要互咱观众朋友的，吼，这拢总吼要互你呢。啊，所以讲你若讲有甲芳龄加油的时阵，内底拢总有挂迄只鸟啊去甲恁兜去哦，吼，手笼啊这。护目镜拢总有伫内底吼，来0800-815-51810815181的电话叫咱观众朋友卡来，这首3年后我，谢谢。来，这是咱的康康，咱的张瑞姐姐所点。伤心的我，为着爱情头毛甩落一半，也已经经过了3年365夜。今后的风，乃特别遮尔大，加载，也有一领片段感应，心爱你甲听。会记日咱去文殊宫拜拜，双脚伫遐，你也摕着手杯直直拨，拨甲双手皮皮喘。我才问讲，你到底是安怎？你讲，无论山崩地裂，烫只骹，你就要爱我，永远饭都要叫我食，互我欢喜感。但是，我的心肝，嘛亲像万里长城银河天星月亮迄一般。无疑，你今日去扫着别人的顶八卦，心目中所爱的人根本不是我。是天下间所有的人啦。现在我依然是孤单。你敢知影？爱情是最低的物件啦。你的手抓，